们就是想要加入一些客家元素，所以放入紫苏梅。紫苏梅糖醋酱让寻常的糖醋料理多了天然水果的滋味。关西特产的仙草晒干后煮鸡汤，和多数搭配药膳的煮法略有不同，只用仙草的浓郁芬芳来衬托鸡肉的鲜美。我父亲那时候就是有吃过我奶奶她炖过这样原汁原味的仙草鸡给他吃，所以我们在我父亲创业第2年，这道菜就推出了。從細就按用色哦，從小就這樣吃，從細就按用色，沙豆秋筍年一吃就愛上，對不對？仙草雞湯。對，但就很多人都還是很喜歡這個原汁原味。仙草雞湯代表了阿婆的味道，而鮮滷再炸的客家炸豬腳，滋味不輸德國豬腳。客家媳婦他們每天都做一樣的東西，他們就是算蠻有智慧的，他們去做個改良，去用炸的。桌上每道菜肴仔細研究，都能找到生活智慧。邱垂恩對孕育他的客家文化、客家菜很有興趣。接下父親經營30多年的餐廳，野心勃勃的他傳承也想轉型，第一步推宅配。我很想把很多東西都宅配化，但是有一些東西要技術去克服。如果你要宅配，一定要冷凍，冷凍的話，那青菜就會熟掉，賣相就不好。那魚更不用講，就是如果是酥炸的話，不是我們親自送，那海鮮這東西是需要保鮮。那它如果途中有什麼退冰的話，那個吃下去對一些人都不好。父親堅持海鮮魚類、客家湯圓冷凍再解凍，口感都會受影響，不能宅配。邱垂恩決定暫時放慢腳步，繼續找方法讓這家美食名氣更廣。上課嘍！從細秋按用色，斯拉豆秋筍年。從細秋按用色，斯拉豆秋筍年。謝謝宗儀老師。